另外，台电的员工李元涵是因为伫家己义务咧作业的时阵，互这高压电甲电着，抢救一礼拜，这病情也是无变好，所以即马伊的家属是决定要放弃治疗，捐出伊的器官。总统府表示讲，这赖清德总统呢会甲颁发保养令来感谢伊对社会奉献。对，也有幸，我们还能选择让他保有最后的光荣和尊严。36岁台电员工李元涵的爸爸唔敢看到囡仔佮受苦，讲甲目屎流出来，即张穿台电工程师的相片，是这回风灾了后，伊透明咧整修落尾新影，伊无说你互高压电电着，送病院抢救，到 ECMO 一礼拜来维持性命，到打病犹原无较好，家属伊决定选择互伊好好离开，经由医生评估，结束 ECMO 治疗，透早4点20分宣告死亡，家属嘛决定捐赠器官。家人共同的决定是将元涵的器官捐赠出来，化小爱为大爱，让他可以遗爱人间。1周左右的这个极力抢救，那他的全身的主要器官还是呈现一个重度衰竭的状态。我们临床上判断是不可逆转。在这段献心的过程中，李先生的家属也展现了极大的勇气跟爱，那也选择让他走向这个安宁跟平静的最后的过程。李元涵的爸爸感谢各界对因的安慰甲鼓励，表示讲实在不忍心，佮用高端的医生系统咧拖磨伊的性命，希望伊通好好行人生的落尾一段路。刘颖给予病院讲，这回医疗团队尽全力咧抢救，真感谢李元涵无私的奉献，落尾捐出感冒，无私奉献给社会。过程里面看到，除了元涵的大爱之外，其实还有家属跟医疗团队，所以这一块我要谢谢元涵，还有元涵的家属，给我们学到很重要的一课。那我真的希望元涵可以一路好走。台电工程车摆做一日，准备接李元涵返去家己。李元涵伫台电服务被挖近10天。总统发言人郭雅辉表示，赖清德总统嘛表示哀悼甲唔甘，真多谢伊为社会付出，尽全力拍拼到最后。赖总统会代表国家参人民颁发保养令，感谢李元涵敬业的精神。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。